4名女人接受 DR 醫學美容集團療程之後，細菌入血引致敗血病，2人仍然危殆。其中46歲女人仍然留醫律敦治醫院深切治療部，肝同腎等多個器官衰竭，處方多種強力抗生素仍然未有好轉。警方同衛生署集中調查 DR 集團負責治療嘅醫生同處理血液嘅化驗所三者之間嘅關係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：好擔心4名病人嘅性命安全，會徹底嚴肅咁調查事件，查個水落石出，唔會放過任何要負責嘅人。高永文話：將會循2個方面跟進事件，包括規定高風險療程需要由註冊西醫同專業醫護人員負責，並要喺指定場所內進行，又唔排除立法規管美容院，稍後會向立法會交代。至於事件中嘅責任問題，有律師話：事件如果演變成有病人死亡，有關人等或會被控嚴重疏忽導致他人死亡，甚至誤殺。但責任未必全歸負責抽血同注射嘅醫生。如果醫生能夠證明程序係國際認可，過程符合專業標準，對血液製品受污染唔知情，或者只可以由醫務委員會追究專業責任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